苗相关的国家，都是我非常想要去的地方。应该有一个感恩之旅了哈。刚有听到关键字，关经过台湾今年下半年出境大厅，可能会有真侪人。毕竟连部长嘛真想要出国。不过边境解封到底会使放到偌冷，和注疫苗的速度有关。尤其是高龄的时代，体重 BMI 超过30，或者是有慢性病高风险患者，第一波出国潮恐惊爱孤单。疫苗接种率很高的国家，还是会有疫情的流行。年纪比较大，或者是有潜在疾病、高风险因素的话，当然你如果得到感染的话，那个危险性会比较高，他们就比较不适合去旅游。咱刚准备好要行向解封的上尾一段路。中原医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何美香特别点出台湾上尾一段路的难题是，安怎让台湾人离开舒适圈？用平常心来看待，大概可能会有5万到8万人确诊。不过当然有附带条件，在安尼状况之下，疫苗注射率有够悬，嘛要有资源对抗新冠病毒，而且死亡和重症率要增加。代表说，我们对于说新冠的处置已经产生了改变。那那个时候其实前提都是建立在我们的疫苗覆盖率已经完全够了。我们的学龄儿童5到11岁也有在打疫苗。我们完全解封的话，我们每天会有几百到几千个确定病例，可能会有几十个死亡病例。像这样的情形，我个人认为是没办法接受的，所以我们才会采取渐进式的一个解封。面对边境解封减少检疫时间，也是需要有完整的配套措施。不过上重要的，也是需要民众的自觉，愿意遵守规定，咱才有法度走向开放的上尾一段路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